大家吃饱未？大家中岛平安。大家午安啊。接下来讲好像也是蛮怎么说呢？蛮议题性吗？可能有点深吗？算好像有点深吼，有点深的话题。好，总之呢，今天就如标题所说，想要跟大家聊聊为什么？等一下那句话是什么话？我看一下。其实我准备讲稿啦，对，那句话叫做"光谱的极端大多都是极端的白痴"。为什么？我觉得这句话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论述。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那等一下我也有预先发过一篇推文，就是开放给有话想要讲的朋友，可以就是来跟我约一下，可以有一个 call in 的时间。那这个我们等一下，总之就是这场直播听下去就可以听到还有我以外的人分享一些想法就对了。然后呢，毕竟是个有礼貌的宝箱怪，所以要先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嘿，大家安安，不是安安，每次都讲安安太习惯了，太常晚上开台，很少中午开。大家午安啊，那就是伊特绿茶午安，你好，欢迎你来。还有阿酸午安，欢迎你来。然后还有伊里跟月台，你们好，欢迎。然后还有 Sandra 跟树人，还有 Gilliap，我又要讲晚安了，对，真的会习惯呢。我刚超级就是准备要接触按，算了，随便啦，就按啦，反正不是啊。回对我是一个来，或者啥？回对我是一个心肝有够乌吼，就会心作乌暗的人，所以按嘛对，按嘛算我对不？还有那个秘密邪恶计划还在预谋之中。好啦，那总之呢，对啊，我们都夜行性，我们 VTuber 都是夜行性动物居多吧，这非常的合理。虽然我不知道伊里身为一株植物，是不是应该要在白天接收阳光才比较好活下去啊？那个感觉对你的身体很伤伊里保重啊，伊里。只有几粒是台语啊，对，因为那个伊里跟伊利听起来就很像啊，对啊，上次有发现这件事情，所以就说好，那就叫你几粒好了。开灯就可以了。原来植物的肉身是可以这样子欺骗，算欺骗还是蒙混？原来是开灯就可以啊，好像是好像说就是有在种茶或是种花，好像也会因为想要让就是给它一些生长激素还是什么的吗？就是会用人工的灯去操控它啊，这样说有道理耶。我们人类不也是这样子吗？人类就不应该在凌晨3点的时候一直工作，我们还不是开了日光灯？有道理耶。什么啦？太妹了，怎么伊里有特别关心？我也很关心你们，好不好？什么伊里是温室吃？那个你们要那个争宠就自己争哦。嘿，好啦，我们还是切合一下今天的主题齁。那我觉得今天再聊聊这个光谱的极端大多是极端的白痴这句话为什么不太好。之前想要先跟大家聊聊什么叫言论自由。对，虽然有点突然，但我觉得在进行这后续的讨论之前，好像我们先一起有一下这个共识，可能在这个接下来的论述之中会比较好一点，会比较有一个共同的怎么说呢？共同的共识就对了，反正就叫共识，好冗的词。对，苍大叔午安啊，欢迎来看。几天要不要先去忙？好，你可以叫阿嬷来看我的台，这样我就还有一份同接，谢谢。蒸蛋需要自己蒸吗？对，蒸蛋自己蒸，蒸包子自己蒸。你中午还没吃的，要去蒸一颗粽子，蒸一颗端午节放很久的粽子，还是要蒸月饼也可以，随便就是可以去蒸一下哦。好啦，我们先讲讲什么叫言论自由呢？其实我今天的那个说明栏也有放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但我要照顾阿嬷吗？没有，我今天就是要做一些那个比较犀利，可以说犀利吗？比较犀利的论述，所以我不知道阿嬷有没有想听。自己的阿嬷还是自己顾哦。对，那个阿嬷有什么需要，我可能没有办法满足她。好啦，那所以呢，什么是言论自由呢？就是言论自由其实是这样子的啦，
言论自由就是你可以发表任何言论，除非那个言论造成犯罪，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你可以发表言论，然后不会因为你的言论被逮捕啊。但是呢，所有人都可以对你的言论提出批评，这个就叫言论自由。所以可能什么样子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呢？就是你今天对一些立场、对一些议题发表了某种评论之后，你会被变不见，这个就叫做没有言论自由。我想一下可以举例吗？可以啊，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国家就是某一些国家可能没有言论自由就是你不能对政策或是对政府提出批评比如说，如果你是同性恋，然后你在某个国家，这个国家呢，它非常的就是禁止同性恋的出现。简单来说，就是迫害同性恋，就是他只要看到你是同性恋，就会把你变不见，或者把你抓起来然后你不能对这件事提出批评，因为你一提出批评，你就会被变不见。对，这个呢就叫做没有言论自由。那什么样叫做有言论自由呢？比如说陈火蛇今天在推特上发了一篇文，这篇文说所有不支持同性婚姻的人都是很坏的人，都不应该我想一下我知道所有不支持国小只能讲台语的人都应该滚出台湾。如果我今天在推特上讲了这句话，我有言论自由。但是如果你不同意，你当然可以留言说你怎么可以有这么偏激的想法？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批评我的言论，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跟聊天室说的蛮像的，就是对，如果你要跟大家就是共同共享这个言论自由的话，就可以讲，对，就是你讲出来的话有可能会被其他人讨论，或者是有可能会有别人有跟你相反的声音，然后直接对你留言这样子。对，这个是言论自由的体现。对，就有言论就有言论自由就是这回事。对，是的。伊里说，如果你今天是某个正体统治者，你就要那个让芋头派不能发言。谁敢说他在火锅加芋头就把它丢进火锅？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是的，没有错，举例的非常好。这个就叫做没有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对，所以如果今天那个伊里是一个正体的统治者，然后他希望让大家都有言论自由的话，就是你可以说你觉得应该把芋头丢进火锅里，没关系啊，你就讲啊，只是伊里会讨厌你而已。对，但他就只是会讨厌你，他可能可以骂你，但是你有言论自由。对，毛毛可爱，午安，欢迎你来。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什么叫言论自由这件事情。因为我偶尔啦，就也不是只有最近，其实蛮常都有机会听到类似这样子的声音的。就是有些人好像会说，他发了一篇文之后啊，就是他可能原本只是想要开一个玩笑，还是他原本只是要就是开一个玩笑之类的。对，比较常看到是这种情境。然后他发了这篇文之后，就被一堆人骂了，就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的笑话内容，也许就是得罪了部分的群体。对，那这些群体就会一直骂他。对，像我自己平常就是比较关注台语文这一类的，就也很常见呐。就偶尔脆这种地方脆这种东西脆就很多嘛，就是脆上面可能就会有人发文说什么，我觉得台语课本教台文超级没有用，为什么台语课要教那个台罗拼音，让我都看不懂？这是他的言论自由。所有人就是他真的这样觉得，他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就有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熟悉台语文，然后觉得罗马拼音非常重要的人，可能就会转发或是留言，就会说不是，就是罗马字有它很重要的功能，巴拉巴拉之类的。对，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好像会这样子，就觉得说，你为什么可以批评我？你为什么可以否定我的想法？你这样子让我没有言论自由。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而且有时候你的言论被其他人批评，如果你的言论被非常多人批评，也不代表你是错的哦，并不是人数多就一定是对的哦。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提出跟你相反的声音呢？因为大家都有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子。这个应该我觉得我解释的应该还算清楚吧。如果有我解释的
不够清楚，或是觉得举例不当的，都可以跟我说。对，真的。0287安安午安午安，欢迎你来。对，还有 ，sorry， 现在的 YouTube 聊天室真的是都只显示 ID， 真的很怕念错啊。原来是二师兄阿明啊，午安午安，欢迎你来。对，好啦，所以总之，如我刚刚所说，如果我有解释没有很清楚，或是举例不当，都可以跟我说。对，好，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再强调一次啦，再强调一次，就是如果你今天发表了某个言论，然后一大堆的人跑来留言跟你说，你不可以有这样的言论，你这样讲很不对，你还是有言论自由的哦。就是如果你真的认为你讲的是对的，你可以继续讲，你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被逮捕，你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再也不能发言。对，所以你其实是有言论自由的。而且我认为，如果你很清楚觉得你的论述或是你发表的意见是正确的，你可以继续讲，你可以再多发几次，你可以常常讲，你可以用各种方式讲，你可以发文，你可以拍影片解释，你可以开一场直播解释也可以。对，这个就是言论自由。好，所以如果你发了一篇文被很多人骂，那你就只是被很多人骂而已哦。对啊，不过呢，就是如果有一些言论啊，它如果言论的内容就是它如果涉及公然侮辱、诽谤、恐吓、侵犯隐私哦，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就是对你人身攻击，说你这个人就是在什么性格上有缺陷，然后你在什么其他地方有缺陷哦，不管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反正就是公然侮辱或诽谤嘛。对，那这个就是有刑责的。对，所以这种言论就怎么说呢？大家所说的言论自由不能无限上纲，比较是这个意思，言论自由不能无限上纲的意思就是这样而已哦，请不要超译这句话。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只是说，言论自由在某些情况下是不能拿来替自己辩护的。对，像什么情况呢？像公然侮辱、诽谤，你已经伤害到别人了，人身攻击就不是就事论事的，单纯的在伤害这个人，或是恐吓哦，比如说你说你怎么可以有这种言论？我要去找到你的位置，伤害你的身体，这个就是恐吓，这不行。啊，还有什么侵犯隐私哦？比如说这个 VTuber 讲话怎么这个样子啊？我要去想办法找出他的那个中之人照片，然后让大家看看他长多好看，这不行，侵犯隐私。这犯罪，这就是犯罪，没什么好讲的。然后侵犯著作权或是煽动他人犯罪，这些都不在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对，这就构成了其他的犯罪，所以言论自由的界限大概在这里啊。我想来这边的大家应该也都大概懂。对啊，对二师兄有印象，有，没有啦。其实我可以点进去看你的标题，对，因为那个不是标题，看你的频道名字，因为那个我从后台看到大家的那个头贴都小小一颗，所以要单从头贴认人，其实就是看一个大色块，只能用大色块认人，所以其实难度还蛮高的。对，当然我对你的名字非常有印象，对，我知道你之前就已经有来过了，欢迎你再来。对，有些人弄得好像自己被嘴了，就等于会被警总抓走。对啊，就有一些人可能会有点误解这句话，然后就是会觉得好像怎么办？一堆人都对我提出相反的意见呢，是不是我的言论自由被侵害了？可能会有这个误会，但就其实不是哦。其实言论自由没有保证你讲的话不会被其他人反驳，因为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子啊。言论自由就是在保障所有人都可以讲话，所以怎么可能会有一种情况是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别人都不准反驳你？这就不太合理吧？这就很像在刚刚举例的，就像是伊里说，如果他是某个国家的统治者，然后他可以说芋头不是食物，但其他人都不准反驳他，这个很明显就叫做没有言论自由，这非常明显。对，被警总抓走也是啊，就是当权者说什么都可以，当权者说是怎样就是怎样，其他人都不准有不同的意见，有就把你抓走，这个就叫没有言论自由。对，好啦，大概就是这样。本来就是啊，保障你可以讲话，但是没有说别人不能反驳你啊。对啊，因为保障了所有人都可以讲话嘛，所以别人跟你意见不同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发表他的意见。对，就是这样子，非常的应该其实蛮简单明了的吧。对，好啦，我觉得我也花蛮多时间在解释这个，应该是解释的蛮清楚的。那我们就聊聊今天的重点吧。今天的重点就是我发现在推特上，我也不用说是从哪里来的啦，其实，但就是
我发现呢，就是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让我觉得完蛋，骂到我了。这句话叫做“光谱的极端大多都是极端的白痴”。对，那为什么这句话会让人觉得很冒犯呢？在讲这个之前，我想先说，就是我其实在开间的直播前，也是有听到一些不同人的声音，对，包含可能不同的，反正就是有收集一些不同的声音。对，那我有听到一些声音说，就是讲出这句话的人哈。就是当初在网络上发表“光谱的极端大多是极端的白痴”这句话的人，其实原本想要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对，我这个是转述哦，不代表我个人的那个理解，但是就是我转述一下我听到的其他说法给大家参考。对，有人说讲这句话的人其实想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那个人是因为看到了有一部分涉及人身攻击的比较过激的言论，才会想要帮忙发声。对，那他在发声的时候他的措辞跟他讲出来的话，就变成了这一句话，他就讲出了他是打字的啊，反正他就讲出了光谱的极端大多都是极端的白痴这句话。那我对这个声音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如果你是看到有一些涉及人身攻击的言论，然后想要反驳或是想要反对这些言论，而讲了光谱的极端大多是极端的白痴的话，这两个意思也有点差太多了吧？马自里暗又讲暗安，算了，就暗安吧。欢迎你来。这两句话也差太多了吧？对，我今天就是就事论事哈，就事论事，我就单纯就这句话来讨论。那这个措辞真的很不精准当然是就事论事啊，没有错。就是我也觉得这两个很难拉在一起。只唱暗安还言，注冲暗安还言来。这种措辞很容易造成误解的偏差。对啊，这个措辞，我觉得他这个措辞讲出来的意思，跟他原本想表达的，对我来说有点差太多了。对。那我觉得，如果他的本意真的是要就是批评这些人身攻击言论的话，他大可以用措辞更精准的方式来表达吧。比如说，他可以直接说：“我看到有些人在做人身攻击言论，我看到有些人在放话要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这很不好，不是这样讲就好了吗？对啊，你甚至要批评说这些讲出过激言论的人就是白痴，那也没问题，因为我也不会觉得我被骂到，我觉得完全 OK。对，就是这样子。不如一开始讲攻击的就是对啊，我觉得可以直接这样说。嗨，波可利斯，你好啊。所以火哥觉得自己是极端分子吗？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聊到，因为我看到的原话，他说光谱的极端跟极端分子这两个词一样吗？这两个词可以画上等号吗？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件事情。那我问大家之前，我也先说我自己的答案。我觉得意思好像不太一样。我自己通常，如果我听到有人说极端分子，或是我用极端分子这个词的话，我的理解是他的行为会很极端，他会做出一些不被法治容许的事情，然后去伤害别人。我觉得这个是所谓的极端分子。但是光谱的极端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光谱有很多种光谱除了可见光光谱之外，可见光光谱也可以啊。就如果有一个人他长得全身超级紫色，那他就是可见光光谱的极端也没错。完蛋了，伊里你也是光谱的极端，对，可见光光谱的极端啊。那如果你非常红彤彤，你在可见光光谱上就变成另一个极端啊，对不对？好啦，这个就有点扯，比较那个啦，就是大家可能在看到这个言论的时候，应该大概会知道，不是指可见光光谱，但是光谱还是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政治光谱。对啊，就像二师兄说的，我超级赞同，就是极左极右，这个是政治光谱上的极端，这个跟所谓的极端分子意思不一样，我觉得意思不一样。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很多光谱都可以有极端啊，比如说你对
台湾地位的认同，请问你觉得台湾应该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吗？还是你觉得不属于？这也可以有一个光谱就可以有中华民国派跟台独派的极端，对不对？其实在很多议题上都可以有光谱，那有光谱就会有光谱的极端，所以这句话本身的论述它非常的地图炮哦，它非常的地图炮哦。0287同意，因为会这样骂人，有时候你也是在光谱的一端。你的意思是说你会用极端分子来骂人吗？极端左在你的脑子里面，有些人会跟极端分子重叠。等一下，你说有些人会跟极端分子重叠，有时候嘛，对不对？我们当然要承认说，有时候一个人他如果在政治光谱上很极端的话，这个群体有一部分的人会做出极端的事情啊，有一部分的人会做出极端的行为，没有错啊。但是你不能以偏概全啊。我觉得在进行任何的讨论都不能这样以偏概全。所以如果你要批评的话，应该要针对做出极端行为的极端分子批评。你不能因为看到一个群体里面有极端分子，就说这整个群体都是极端分子。到这里为止，我觉得应该论述的蛮清楚的吧。我可以举我自己的例子，或是我先举地图炮的例子，没有啦，就事论事，也不是要炮，但是就是像台湾 VTuber 很多个嘛，几万个。台湾 VTuber 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哦，但是有一些可能没有在看 VTuber 的人，有时候会从网络上看到一些资讯，可能就说那个这个台 V 就是很怎么样，台 V 就是很喜欢内斗啊，都没有营养的讨论呐，对，这个就很以偏概全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平常有在看 VTuber 或是本身就是 VTuber 的话，应该对这个会蛮有感觉的吧。那当然这些你也可以说，就是我没有说全部的 VTuber 啊，我只是说大部分的 VTuber。那你觉得真的是大部分吗？我觉得 VTuber 里面那种所谓的单纯只靠，我现在在内斗讲这句什么意思？我有点没有清楚你的意思，你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吗？我内斗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跟其他 VTuber 内斗吗？对，请解释的清楚一点，不然我可能没有办法回应你。所以你说波可利斯，你认为我今天要批评的应该是大多这个用词吗？可以啊，我觉得这也蛮值得批评的就是光谱的极端大多都是极端的白痴，我觉得在这里放这个大多好像不太好啦。我讲简单一点，我觉得放这个大多就不太好了。对，就一样举刚刚的例子嘛，就比如说如果是台 V， 如果你今天说台 V 大多都没营养，这很地图炮就是我觉得当然你事后可以说那个大多不包含你，当然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点强辩。我觉得有一点强辩，0287说光谱有中间的程度，然后通常大家会知道自己在哪个程度。有一些人是太极端嘛，比如说我想一下，我刚刚举了什么例子？比如说左右派，你是一个极左派，然后你就觉得右派全部都不应该存在，像这样子，这个就很极端，没有错。对，但是我觉得好像不能这样子就说大多的极左派都是这样子吧，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好。所以我在内斗上面那个罪人吗？我觉得我今天的讨论就是针对言论本身，那我其实也没有想要告诉大家这个言论是谁说出来的。那如果有人自己觉得被骂到了，那你可以理解为我在批评你做出的行为没有错，是可以这样子理解。对啊 ，OK。好，今天重点是，如果是用字问题的话，今天这个主题是否偏移？没有啊，反正我今天就是怎么说，我今天最主要想要讲的就是我不同意这个论述，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不同意这个论述。对，那这个论述我不知道导致这个论述跟讲这句话的人原本的意思差这么多的问题在哪里？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是你原本没有觉得大多，但是你不小心讲了大多吗？那还是你的问题啊，那还是讲这句话的人的问题啊。因为词不达意是谁的问题？对，我讲的比较怎么说？我讲的比较这个就叫什么词？对，我们用词精准很重要。我自己有时候也要找一下我真正想讲的词是什么。我讲的
比较严厉一点，对，我讲的比较严厉一点，我觉得这有点词不达意。如果今天你发出这个言论之后，你事后想要告诉大家没有啦，其实我想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对啊，我讲很直接，对，我讲很直接，其实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啦。那这好像就算一种词不达意吧。我也蛮常会词不达意的。我觉得词不达意不是什么罪不可赦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词不达意这件事情是讲话的人的责任。我可以举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比如说，你不能在公然侮辱之后说“我其实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对，重点是你讲出来的话是否伤人，你讲出来的话是否冒犯了人。这个是基于你讲出来的话的内容，而不是我们没办法验证的你实际上有没有这个意思。你实际上有没有这个意思是很难验证的。对，这个不会是我们在评价你的言论的时候有义务去考虑的点。对，词不达意不是严重的事啊，但是今天造成很多人误会，就是要负起责任。我也是这么认为，就是你可以事后解释你其实想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没有问题，是的。好，所以就我觉得词不达意是讲话的人自己的问题。对，我觉得这个当然你们可以说服我。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好的。虫子，你说最后一句是说不要没下限的说批评者要他去怎样，然后要肉收人家。你说的这个我们刚刚有聊到哦，我们刚刚说到言论自由的范围不包含公然侮辱、诽谤、恐吓、煽动他人犯罪、侵犯隐私、侵犯著作权。所以如果有人说了一些言论，他可能构成了叫别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类的人身攻击，或者是你可能可以说是网络霸凌之类的，这个时候怎么办？用法律修理他，他本来就犯法。如果有人叫你去吃大便，他可能犯法，你可以直接去用法律修理他。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发表一个言论，然后可以被解读就是会被解读为是一个地图炮的言论的时候，被你炮到的原本你不想批评的人，当然可以站出来说，我觉得你不能这样讲。好，那刚刚也有一些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一句话会让人感到冒犯呢？其实我刚刚有讲到一点啦，就是光谱的极端确实可能没办法直接用 VTuber 比喻，那我们换个比喻啊，光谱的极端，比如说政治理念上的光谱，对，比如说你喝一下水，等一下，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觉得台湾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他不认为中华民国 OK， 他是一个极端的台独主义者。这个当然可以很可能会被很多人说他是光谱的极端，对，这就是光谱的极端。但是他一定会有极端行为吗？不一定，有很多是在这个在台湾的政治光谱上非常台独的人都不会做极端行为。如果我因为个人的行为专门开直播讨论，觉得无法对事不对人，不对哦。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不管这个人是谁，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这个言论是谁说的，我没有要对任何人进行人身攻击，对。然后我今天的对事不对人，也就是要针对说这一句话为什么不对。那你今天要跟我说这句话原本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这完全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因为这句话不是他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个责任在谁？这个责任在讲出这句话的人，所以这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我就讲到这里了，我就不想要再对这点多延伸，不然我们真的会模糊焦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针对这一句话来讨论。如果你觉得这句话其实并不是你想要讲出来的话，你想表达的其实并不是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不需要看后面的讨论了。就是这样。没错，青鸟是绿色光谱极端吗？其实不是哦，其实大家所谓的青鸟，或者是大家所谓的
大家所谓的青鸟，或是大家所谓的民进党支持者，其实在台独的光谱上并不是非常极端的。对，这个可能当然大家没有义务要非常，我认为我不会要求大家要非常了解政治光谱上的两个极端分别是什么样子，但是顺便补充，因为有人提到我就补充啦。对，所以青鸟其实不是绿色光谱的极端哦，即便是好不好？即便是也不是所有的青鸟都会希望。都会做出极端的行为，都会认为什么不支持民进党的人都应该离开这个岛，不会啊，不会啊，所以你今天也不能开地图炮，说所有的民进党支持者都怎样怎样。光谱的极端不只是行为，只要没有特别提及，它就包含行为、价值观、身份、资源，都是一种极端。这跟我的想法很接近。对，色彩有极端，色彩可以有极端。我刚刚有说，可见光谱也有极端，所以我们的不是绿色，讲错，所以我们紫色的一体想必也是极端的人，所以他被骂到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得啦，我觉得他被骂到了哈，但是他家的事没有人要帮他。他如果觉得骂到，可以自己出来讲。对，我同意啊，我同意光谱的极端中有些人是极端分子啊，但我不同意大多都是极端的白痴啊。这我觉得讲得很清楚我已经讲第2次了，我不会再讲第3次。好，对，有些人好像觉得在光谱的极端就一定会做一些危害社会的事，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红色贴路也是极端，真的假的？不是我说的，伊里说的。好啦，对啊，那个什么食物口味也可以有极端啊，对啊，比如说你觉得，比如说你觉得那个南部粽不能吃，那你就是那个南北部粽光谱上的极端嘛，这也没错嘛。你觉得不能吃，你当然可以说你觉得不能吃，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说今天吃北部粽的人全部给我丢进海里这不行，这不行，这个才是偏激的行为。是的，就是这样子。好，对呀，好 ，OK。极端跟偏激要分开来看，没有错。极端跟偏激其实不一样啦，所以大家如果下次想要用更精准的措辞的话，好像可以用偏激这个词，应该会比较避免词不达意的情况。对，好，那对啊，所以这大概就是在说明为什么我觉得这句话会让人感觉被冒犯到。是的，因为措辞的关系，就是因为措辞的关系，所谓光谱的极端跟实际上做偏激行为的人意思不一样，意思是不一样的。好，那也有人说这个言论看起来指的好像不是火蛇为什么就被冒犯了？其实我还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对，比如说你今天举了一个例子，说这纯举例纯举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所有的异性恋都没有同理心，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所有的异性恋都可以觉得被冒犯吧？好，我们不要讲所有，我们讲大多，好不好？我们讲大多。对，如果有人说，如果有人说，我认为大多数的异性恋都没有同理心，你可以觉得被冒犯吗？异性恋可以觉得被冒犯吗？我觉得可以耶，我觉得可以，你有权觉得被冒犯。因为他说了大多数，对，那你说的大多数到底是怎么来的数字呢？如果你是依据某个统计结果，然后你说可能有80%的异性恋在这个统计结果跟实验下被证明是没有同理心的这好像就还好，对。但是你今天说大多数就感觉很地图炮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很地图炮对，所以可能不能这样讲，对。所以，就算你今天想要攻击的不是所有人，你还是可能会骂到其他人，是的。好，所以我应该要解释清楚指的不是火蛇，为什么冒犯到？那你知道吗？那你知道吗？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就是在光谱的极端上对，我觉得我就是在光谱的极端上没有错，什么样的光谱呢？对，可能就是包含政治理念的光谱或是认为那个台语应该被怎么拿来书写之类的，是我觉得没有错对就什么意思等一下我有点跟不上，
啊，性别也有光谱啊，光谱的范围就很大啊。对啊，你是顺性别还是跨性别啊？这也可以有一个光谱哦。对。对，主播在光谱的极端，对，我一直都有让大家知道啊，至少我在那个台语这个议题上，算是光谱还蛮极端的人。是的，对。那我想要说一下马子里说的，身为直播主播、公众人物，应该要小心言论，不论是什么议题。对，没错，就是也没有说一定要小心言论啊，就是如果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你在不犯法的范围内，你想要发表一些地图炮的言论，其实没有不可以。只是呢，当有人站出来说我觉得被冒犯的时候，你也不能说什么，因为那是他的言论自由。对，那如果你不喜欢被一堆人骂的话，你可能就可以避免发表这样子的言论。是的。主播，你觉得今天这个议题好危险？没有在怕危险的，反正我今天就是就事论事。我觉得没有很危险欸，这没有什么好危险的啊，我就只是针对这句话发表我的看法。对，那你赞同我或是不赞同我，当然都可以，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对，那我认为今天我对这个议题发表了看法之后，如果有很多人想要批评我，那我也完全尊重所有人的言论自由，只要大家没有做犯法的事就好，好不好？对啊，做犯法的事，那就会拿法律出来说不可以这样做。对呀。但凡所有议题都能感觉被冒犯到，这样子不舒服不玩。我也觉得板手可能误会了。我觉得阿伟其实好像有我觉得啊，但没关系啦，就是大家措辞可以冷静一点。对，没事，好。对，我觉得波可利斯说的对，我觉得阿伟想要批评的好像不是我呢，对不对？阿伟好像不是在批评我，但也可以批评我，我还是要强调哦，我尊重所有人的言论自由，只要不沦为人身攻击，或是违反台规，或是违反平台规范的话，都可以哦。真的吗？0287，你觉得在光谱的一端就会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在至少台语文的议题上，算是蛮极端的人，对，但我好像没有做什么很不可思议的事欸。还是你觉得为了让大家就是愿意多讲台语，出道当 VTuber 是很激进的事情？如果激进的激是那个基本的激的话，我同意，确实是蛮激进的。但是如果说是很偏激的话，我觉得好像没有欸，而且至少我自己认识到很多是处在光谱上的某一端，极端的某一端的人，其实大多数做事都没有很偏激。对，我今天开这个台就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有这件事情，对，知道说其实在光谱上处于极端位置的人，也蛮可能不是偏激的人的哦。对，其实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对，那虽然我已经强调2次或3次，还是好几次。等一下我没跟陈月打招呼耶，陈月晚安，不对，午安你好。对，我跟 Taylor 打招呼吗？对，午安，对。阿伟。那个我的板手太热心了，对，我的板手很想要保护我，所以可能不小心有 ban 到你一些那个留言，对，但我想没事，对，感谢你来，就是对所有的讨论我都很感谢，而且我同阶会高一点，好爽，没有啦，我很诚实哦，对，所有的讨论都很欢迎啦，不要有违反台规就真的都可以哈，真的都可以，好，就是这样，对啊。我没有说台湾人要把台语当作国语啊，我没有说不代表我不这么想啊，但我也没有这么想啦。对，其实我没有这么想，有认识我多一点或是常听我开台的人也会知道。对，但好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其实呢，我认为今天那个台语的地位如果要达到转型正义，就是变回它原本复正，变回它原本该是的位置的话，我认为。所有的学校的义务教育都不应该教华语课。所有学校的义务教育，你看现在所有学校的义务教育是怎样？一个礼拜1堂本土语课，其他都是华语课。其实啦，我认为应该倒过来啦，就是每个礼拜就是1堂华语课就好，然后其他课就是本土语。本土语要哪一个？随便选一个本土语就对了。我是真的这样想哦，虽然我好像没有主动跟大家讲过。那你觉得极端吗？可能蛮极端的。
我会做偏激的行为吗？我觉得我没有。我没有冲进一间学校，然后装一个炸弹，说你不推行这个政策，你不开始每天教台语，我就炸了校长室。我有这样吗？没有啊。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处在光谱的极端，跟实际上做出偏激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好，我觉得我讲的还蛮清楚的。那没关系，如果我听不懂的话，就在聊天室聊聊吧。那我如果时间流程上跟得上，我尽量回应，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有人准备call in了吗？好像可以耶。好，等我一下啊。好的，那我们就有请第一位call in的朋友来分享一下想法吧。不过在真的开始分享之前，我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对，就是我等一下想要邀请大家来分享的。其实是算了，反正我那个问题都有安排好，等一下我一个一个问，你们就知道我想要问些什么问题了。好，请问我们的来宾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宾准备好，你就随时跟我讲哦。对，我会用问的。好，那我就开始问你问题了，好不好 ？OK， 好，首先呢，我想要问，请问你在哪一个议题的光谱上被人家称为极端呢？等一下，我没有截取到那个，等我一下，我没有截取到 Discord 的声音，怎么会这样？请稍等我一下。好，你准备好再跟我说。你不用紧张，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毕竟是我的台。好，等你准备好的时候，我有截取到了，他还没开始讲话，对。啊，所以 Taylor 是觉得阿伟有一些有放情绪用词的。好，我相信我的板手是熟悉我的台规的。那我就这次我就信任板手，因为今天可能我没有办法真的顾到直接就是一个一个的看到每一条聊天室留言，也许没办法一个一个处理。没听到我的声音，真的假的？等我一下啊，可能奇怪，我这边声音是有出去的耶。可能有了啊，太好了，好，那我就要开始问问题了，我要把你的声音放出来给大家听咯。好，然后我的讲稿在哪里啊？对，我想要问的是，请问你在哪一个光谱上会被其他人称作极端呢？我想是政治、性别跟我猜食物口味吧。还有食物口味，你说政治、性别跟食物口味哦，那你可以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就是哪一个光谱，然后你是哪一个极端？以政治来说，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说那个极端台独派，法理建国派。极端台独派、法理建国派啊！我补充一下，大家如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们今天真的很难一个一个跟大家解释，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 或是如果你觉得 AI ChatGPT 总结的很好，也可以我比较推荐 Google。好，就这样。Sorry， 打断你。然后性别方面，像类似，我觉得需要定义一下。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客观且普遍的名字，但是我认为男性与女性应该要拥有平等的权利。我想问，所以你是在个人的经验上，可能你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会有人觉得你是女权的极端吗？是这样子吗？还是我误会了？我好像误会了。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你觉得可以这么说？好，你有被这样说过？有，但是类似那种意思，但是他那个对方讲话讲得非常难听，所以我还是不要那个转述了。好，没问题，我们今天就避免这些。你刚才有说食物口味，对不对？没错，我喜欢香菜。你喜欢香菜，所以你是不吃香菜的就无法下咽是吗？倒也没有，所以这好像没有很极端哦。要极端的喜欢香菜，是不是连冰淇淋都是香菜口味？对，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我会说是极端的香菜主义者。那完蛋，那我没有很极端。但是如果没有很极端的话，
是不是也是蛮极端的？对完全不能接受香菜的人来讲，说沾到一点就很极端了，观点的问题。对耶，我觉得你突然讲了一个我本来没想到的点呢。其实有时候你觉得对方很极端，就是观点的问题。像我刚刚也有看到有人觉得青鸟在政治光谱上，我再讲具体一点，有人觉得那个民进党支持者，虽然青鸟跟民进党支持者其实不能划等号，但是我觉得他想讲的应该是民进党支持者啊。这是我觉得，如果我误会，你可以跟我说。但我今天就是举个例子，我觉得有些人好像觉得。有人觉得民进党支持者在政治光谱上很极端，这真的是观点的问题耶。因为在我眼中还有更极端的，我知道还有更极端的，所以我觉得那其实并不极端。我觉得观点的问题也是一个重点，没有错哦。是，像是、如果说那个以今天的那个主题来说，光谱的极端大多是极端的白痴，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大多的观点，也许对他来说他观察到就是这样子，但。这并非客观事实，这是完全主观认定的。而且我觉得大家要对于自己的主观的看法或感受发表意见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就还是刚刚说的，你就要承担相应的，你可能会被别人不同意的这件事情。没错，没错。对啊，所以如果像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如果让我觉得，我想一下有什么比较好的例子，突然想不到好，我们还是拿食物口味。其实呢，我还蛮极端的啦。我觉得只有南部的酱油会甜的才叫酱油膏，对，南部的才叫酱油膏啦，北部那个不叫酱油膏。对，那如果我今天发表一个言论，我觉得全台就是不应该存在那个不甜的酱油膏，是应该要立法ban掉，所有人都可以不同意我。对，你知道这个光谱上面的两个极端点，甚至是甜与不甜，而我觉得我处在一种极端，这个跟甜不甜完全没有关系。你是处在什么极端？我是处在一个，如果你是用面粉或是马铃薯淀粉、其他淀粉去增稠的，那个不能叫酱油膏，只有拿米粒跟酱油去熬出来的古法酱油膏才能叫酱油膏。所以我们两个的极端都是极端，而且根本没有对在同一条线上。对，的确，所以有时候就有这种状况哈。我觉得就是你认知的极端跟不极端，跟看到这个讯息的人 get 到的其实不一样。但看到讯息的人可能会被冒犯，他可以站出来说我为什么被冒犯，这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啊，这言论自由的展现啊。OK， 真的来宾好极端哦，怎么这样？米粒的事我不懂，增稠的事我也不懂，所以我不要讲太多。对，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如果你不太懂的话，可能可以做一下功课，或者是就让比较懂的人来讲，好像还不错哦。是，我觉得唯一一个在你完全不懂的议题上，你可以说话很大声的是，你想要来求知的时候，你想要来问问题的时候，你会很大声的问。可是你讲好像一副你已经很懂了，结果发表完你的高见之后，然后大家就发现说，你讲的东西好像跟你的主题没什么太大关联。有可能哎，或是大家的共识其实还没有对在一起的时候。各自很大声的发表意见，最后也不会得到很有效的结果。是啊，我觉得共识很重要。像刚刚讲的，你说我女权，有人说他这个东西叫女权，有时候他叫平权，有些人对有些人来讲，这已经那个厌男了。我觉得在讲这些东西之前，在很大声的讲话之前，有共识是很重要的。有道理耶，有道理耶。好，那总之目前看起来食物口味我们先把食物口味放比较后面一点。我还蛮想知道，就是在政治上啊，你觉得在光谱上比较极端的那一些人，比如说极端的法理建国派，你觉得这些人有存在的必要吗？当然有。怎么说呢？他们的存在会对这个议题，或是对这个，我们就说议题好了，对这个议题或是对这个圈子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吗？我可以请你想象一下，一条河川它最后要流去的方向，如果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终点的话，你必然要在它的中游甚至上游就开始去规划它的路线。你也许会觉得说这个人冲很前面，风口浪尖，然后那个做出来的事情你可能无法理解，可是它后续的效应或许又是我们会需要的。如果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只纯粹的去
照我们想要去做、想要呈现的那种方向的话，那个力道可能永远不够。哇，你让我想到一个，我自己在做台语内容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知道有一些，我还是就把它称为光谱上比较极端的，就是有一些人用台语创作内容的时候，他是无法容忍里面出现任何一点华语，有人是这样子的，对。那这种人，我也觉得他在那个台语内容创作者里面算是一个极端。我觉得这种人的存在还是很必要，他会非常必要。对，他对我们这些比较在光谱上比较中间的，像我很中间啦，我现在大概搞不好台语都没有占一半了，对。但是是的，对我来说还是要有这种人存在，然后他好像可以有点某种程度上带领我们嘛，就是他让我们知道最纯台语比例最高的创作会长什么样子。这个对整个圈子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圈子里面所有人都是比较软性的，可能都是一半中文一半台语的在做内容，力道会很不够，非常不够。是的，总是要有那个琼州，可以这样说吗？对啊。那你觉得做出极端的行为？跟在光谱上处于极端的位置，这意思一样吗？我觉得这个意思就非常明显的完全不一样了。他甚至无法去解读成说，像是如果有人认为说你在光谱上处于极端的位置，你总有一天会做出极端的行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他乍听之下很有道理，你仔细去细想，它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位置的光谱是什么意思？假设我今天是个异性恋，然后我这一辈子没有我是男性，而我这一辈子到我死的那一天都没有跟男性约过会，没有任何浪漫的关系，那显然我是个极端的异性恋。但是我的行为会是极端的吗？我会因此做出就极端的行为？我也蛮好奇，说这个所谓极端的行为是什么？我觉得要先有一个共识，有没有一个例子？这个极端的行为是什么？是去拆散我所能碰见的每一个同性恋呢？还是尽力维持所有跟异性恋相关的传统节日呢？它的极端是什么意思？那你觉得极端的行为，如果是如果是有人问我那个对着我说，我在光谱上处于极端的位置，因此我会做出极端的行为，我会想先问他极端的行为是指什么？如果是对我自己来说的话，老实说没什么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极端的行为。所以你觉得在你的理解中，极端的行为可能是像怎么样？像我的理解就是可能会做出一些伤害其他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我所说极端的行为，会觉得是这个意思。对我自己来说，我的极端行为是我对我自己做出来的任何事，那个是我的。那是我的自由，这个不算极端的行为。但是当我的行为开始影响到他人，这个影响到他人的数量越多，那它就越极端。所以没有一个所谓最极端。当然，我也不太如果真的有办法一次做出一个行为就影响到全世界那个几十亿人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最极端吧。原来如此。比如说研发某种病毒送给所有人。对，让所有人都变成异性恋这样。还有这种，好科幻啊 ！OK， 超科幻的。对我来说，它就相对极端。那相对极端，我认为只要影响到他人，你就开始相对极端了。真的就是，比如说我能想到比较极端的行为是，你看到有同性恋，然后就下面留言说：“你是不是没有尝过异性？你为什么要是同性恋？你应该要是异性恋。”这个就是蛮极端的，这个就是极端的行为，但并非极端异性恋并非光谱上极端的异性恋。是啊，并不是所有异性恋都会去做这些事情。而且这甚至不能说是多数，
会能够做这些事情的人，在我的观察来说，完全是少数。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异性恋没有极端的吧？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再对一次那个认知哦。我们现在说的极端是光谱上的极端哦，所以你说到的恐同跟做出攻击同志，我们还是在说行为极端。但是异性恋有没有在光谱上极端的呢？有，我只爱女生，我只想跟女生发展浪漫的关系，我是超极端异性恋，对，就是这样。看一下，每个方面极端的人，根本没人会这么说。但对啊，那这不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的这一句？刚刚阿辉有讲过的这一句话，他文不达意。而这文不达意，并不是我理解错的人问题，而是写这句话的人的问题。但同时，我觉得说这句话是出现在某人身上，某一个那个张三李四，那我们去检讨张三李四的言行是完全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句话的确是他讲出来的。所以张三李是讲出来的。如果这句话并不是那个伴随一个人不是上天掉下来一块石板，然后上面刻着几个大字，极端的光谱的极端，大多数都是极端的白痴，并不是。所以我们只讨论语言，而不讨论使用这句言语的人，我觉得没多大意义。我有同感，我们可以一次讨论所有使用过或认同这句话的人。那如果我们只讨论这句话的话，那我们讨论完的不是结论就不是2个字，直播已经可以关了，不可能嘛？对。OK， 好，那我想问一下，我想要哪个群体呢？我觉得这个群体可能比较好讲。你觉得在极端的台独法理建国的这个支持者或是群体中，有没有人会做一些很过激的行为或言论啊？你有办法帮我举例吗？但可以修饰一下，不然我怕被 ban。我现在要想的话，还真的想不到。但我有想得到，在我的想象中，在我的想象中，政治的极端，如果参考国外的新闻，可能是真的危害他人性命的，破坏政治人物或意见领袖建筑的生命财产的。而这个我现在想不到，他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我现在想不到。而这对我来说是极端的行为，因此对我来说，台独整体都不够极端，他们并没什么极端的行为。其实我自己有些时候，你先。OK， 好，台独啊，台语使用者啊，或者说那个性别平权分子，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认为我们极端的人，认为我们全部都极端的人，这2种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常常会混在一起使用。如果他做出一个公认极端的，这个是我认为你认为大家都认为极端的事情，那被认为是极端的一个群体的话，那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大多数人真的并没有这样子做。例如像台语那个使用台语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可能被骂了。那极端的是我还是骂我的人？我在我家、我的频道、我的 po 文、我的群组里面使用台语文字，就有可能被骂。这个算是我极端吗？还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了。我们使用台语，我们只要使用台语就极端。有些人会觉得说，台语是一种很低端的、很低贱的语言。那使用它的人就很极端。可是问题是，你不觉得一个语言是低端的、是低贱的，这句话本身也是蛮极端的？而且这对我来说，他都讲出这句话了，这算是某种极端的行为吧？我想要偷偷吐槽一下，有一些会说这种话的人，他的阿公阿嬷可能其实是讲台语的，所以你阿公阿嬷很极端吗？他只是没有 YouTube 频道，如果有 YouTube 频道，可能也都是只讲台语啊。对，如果你有对台湾史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而我所谓最基本的认识，真的就是你只要打开维基百科，你不需要去做田野调查，你不需要去那个拜访耆老，你不需要去那个像各个那个台语课程的那个老师全部请教过一遍，你不需要去那个
把图书馆的历史那个台湾史全部熟读一遍，你光是只要会维基百科，你查出来的一个基本的认知，你就不太可能会讲出这句话。所以我听起来很像是你也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可能在你自己的账号用了很多台语，或是用了很多台文，但就有人说你很极端呢。对，他们那个非常有趣，就是以我的视角来看，他们用那个指称我是个极端的人，但是他们的这个行为本身，在我看来才是真正的极端。我并没有闯进你家，或是到你的账号，或是说，打电话，或是当面要求你必须使用台语。我完全就是讲给自己听，讲给自己的好友听，讲给会听得懂台语的人听。如果这个行为是一个偏激的话，那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是偏激的，因为一个人讲出来的话，其他国家的人大多数人都不一定听得懂，不可能每个人都那个会多国语言。的确。OK， 那所以我们刚刚就是根据我们刚刚聊的，就至少我现在知道你，所以我可以说你是光谱上的极端，对吗？可以啊，在政治上嘛，应该说各方面都是。你在论光谱上的极端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论光谱上的某人是不是光谱上的极端的时候，我们要采取哪一个标准？是你的标准，还是那一个人的标准，还是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呢？这个公认的标准是谁发行的？联合国吗？联合国真的能代表所有人吗？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对，在恐怖分子眼里，他们绝对不是极端的分子啊，确实。他们做的也都不是极端行为，而是合理行为。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是的，而在我眼里，我都没有影响到任何人，就乖乖的这么活着。对某些人来说，我就已经很极端了。所以我觉得论这一点没什么，所以就回归到，不好意思，一直打断你，就回归到我刚刚都提过的一个问题：如果光谱的极端大多来自大多是极端的白痴，或是什么那个你人身处在极端的光谱，你就可能会做出极端的行为。这些东西，我们只讨论这一句话本身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的。我们非得也要去找出讲这句话的人，当事人，我们要确认他的想法，我们才有办法讨论出这个东西来。那不然我直接丢出一个，你先。不好意思，不然我就直接丢出一个，我觉得绿色是绿色，然后只有这一句话，你不知道讲这句话的人是谁，所以绿色对没有看过绿色的人来说，绿色是什么颜色？对色盲来说，绿色是什么颜色？你觉得绿色是绿色，所以哪一个绿色？所以前者是名词，后者是形容词。我们非得要去找出讲这句话的人，他本身是不是色盲？他对绿是什么看法？他说的绿是什么绿？搞不好是蒂芬尼蓝，搞不好是湖水绿。你一定要去有个，对，搞不好是火蛇绿。你身上的绿色，光是那个光影跟那个，对，你会画画，对，已经好几个绿色，哇，你同时身处在好几个光谱的极端呢。天哪，没道理的，兄弟。好，那大家可以说你是极端的白痴吗？我觉得我有时候蛮白痴的，可是他说极端的白痴哪方面一样，就是大家说我是极端的白痴，那这个大家是多大多家？这在座16个人，那我要一一确认他们对我的看法，好累。他们想这么认为就这么认为吧，我觉得我不是啊。OK， 好，你不在乎，要说去说，反正你觉得你不是。对，但是当我拿出来抱怨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同样也不能拿这个东西来抨击我。你不是不在乎，我在不在乎关你什么事呢？我懂。我想拿出来讲，我就拿出来讲了。所以我的理解是，有人讲这句话，然后你觉得骂到你了的话，即便你很难真的去确认他的想法，你应该还是有资格抱怨说这句话骂到我了，不太爽，这样子。那跟我的想法蛮接近的。是啊。好。而且我想象中光谱的极端，光谱是一条。如果我想象中的光谱的那个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样子弄成一条光谱，也说它的极端，所以它的极端两点是红色跟紫色吗？
还是黑色是跟白色呢？你就发现说，因为我们光是大家想象的光谱这个概念就都不一样了。我们有色相、彩度、明度。对，哪怕我们把彩虹这个东西来当做光谱，彩虹的极端，我认为彩虹的那个极端是红或者紫。那如果我把它连成一条线，那请问那哪一个颜色都是极端呢？你说有一个色相环，然后你随便在一个地方切一刀，你可以说黄色是极端。对 ，OK， 这个好专业哦，色彩学的部分。好 ，OK， 我主要想表达的是，极不极端这个东西看观点，它没有一个全都有的。比如说，我在某些议题上是左派，我在某些议题上就会是右派。没有人是纯粹极左、纯粹极右。哪怕是他自己这么宣称，而大家公认的，他都不太可能是纯极左或纯粹的那种，就极左或极右，极就是这个意思，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所以像比如说有人说那个你支持同性恋，那你光是支持同性婚姻这个东西，就有人说他是左派就是右派，所以他到底哪一派？真的，显然你还是得要把持这两种的意见的人全部招来，然后那个开会讨论，然后刚公认的得出一个意见之后，才能代表你们那一群人的意见。原来如此。好，那感谢伊藤绿茶的分享。那对，就觉得比较遗憾，就是能够留给大家的时间就可能也没那么多，所以就是终究能讲到的有限，所以如果讲不过瘾的话，我们下次再看怎么办。对，太好了。对啊，真的很感谢。我觉得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需要每个人都来开会讨论一下，才能真的去代表一群人的意见。所以我其实也蛮怕我自己的观点会不够全面的，所以是真的很感谢大家可以上来就是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感谢，再次感谢。好的，谢谢火蛇。耶，那我接下来就来请下一位朋友来分享喽。不知道下一位朋友听不听得到我的声音？不知道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的话，我就要准备来。我讲话好冗。如果准备好的话，我就要来依照我准备的问题提问啦。有听到我声音吗？有，我有听到哦。调一下音量。好，可以再帮我讲一点话吗？Hello， 我是猫猫卡爱。OK， 好，太好了。声音大小可以吗？可以，我觉得蛮刚好。如果大家觉得不刚好，再跟我说。好，那我想问问猫猫卡爱，你觉得你在哪些或是哪一个光谱上会被别人称为极端呢？我觉得可能在食物的光谱上，大家会觉得我是红萝卜南瓜战士。有这种事哦，红萝卜。等我一下，这个我第一次听说，我还打错字。红萝卜南瓜战士是怎么回事？你第一次听说是正常的，因为这是我自己创的。好。还有吗？还是你今天主要只想分享这个部分？因为最近万圣节啊，我就一直特别想要吃南瓜，所以我现在不管到哪一个频道，我都一直吵着说我想要吃南瓜，而且我都一直买不到南瓜。我觉得我在小镇村受到了迫害。你受到了迫害？那你有做出什么偏激行为吗？没有，我就接受。然后我的抒发方式就是去那个 VTuber 的台说我很想吃南瓜。有人有说你很极端了，你是在职场的台说的哦。好的。然后另外一种极端的话是很容易被不熟的人说我是超级狂热的女同志吗？好，超级狂热的女同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你呢？我现在有2个头衔嘞，听起来好中二哦。伊藤绿茶有3个，你才2个。输了。不要比这个啦。
可能不熟的人，其实我在职场上，或者是我自己在看台，或者是跟第一次接触的人，我不太会特别的去提到性倾向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我不会特别的去出柜啊，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我，就像一个异性恋，他也不会特别就是对外出柜说他是异性恋，虽然你好像有开过类似的台，但是就会觉得说，对，我做了极端的行为吗？对啊，就是我会觉得说对方好像不太需要知道我的性倾向，也可以跟我相处，对。可是如果聊到就是一些喜欢的书或者是电影的时候，我如果提供的大部分都是同志文本，同志的作品的话，他们就会想说，怎么我好像看的东西有点还蛮偏食的。然后有的人他可能进一步就会问说，你是不是就是同性恋这样？那我会视情况决定要不要出柜，然后我其实是会蛮意外这件事的嘛，因为好像大部分的人说到自己喜欢的作品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想说，你刚刚提到的那些作品其实都是以异性恋脚本为主，然后就去问说你是不是异性恋，但是同志就会特别的去提及，还蛮唐突的。但我突然想到，我前阵子上 KTV 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认真在看那个 MV， 我就发现，为什么情歌都是异性恋啊？也太理所当然了吧？怎么可以这样？对啊，这就是异性恋霸权，异性恋霸权，确实，对。Sorry， 打断你。对，然后对啊，像那个马斯里说的也是啊，就是喜欢看同性题材，然后会被问，或是喜欢看 BL 的男生，也很容易被问说你是不是男同志，所以才会喜欢看 BL。对，但其实我觉得都跟性倾向没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对啊，然后极端的例子的话，其实，然后我有时候会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有些人会说，好像现在同志电影或者是文学作品，怎么好像变成主流了，就是随便加一个同志角色或是情节，然后就好像要朝某种政治正确去靠拢嘛，然后大家就会批评这样的作品很难看。可是相对的，你就不会去思考说，就是异性恋作品难看是因为出现了异性恋，就是我觉得有些作品它本身难看，可能跟它里面出现的一些性倾向或是它的性别认同其实是无关的，只是你不习惯看到这样子角色的存在，所以你会觉得说你觉得说这些就是脚本对你来说是很陌生的，然后你吃不下去这样子，然后所以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彩虹恐怖降临，可是我会觉得其实异性恋恐怖时代就是直到现在也都还在进行中了，就是总会有人会说出彩虹恐怖降临这样子的话。对啊，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彩虹恐怖是有多恐怖？是异性恋的东西不准出版吗？好像没有，像有些地方出版那个 BL 小说会被关嘛，但是出版异性恋小说好像不会被关呢，那应该没有恐怖吧？我个人观点，而且我觉得电影这种东西，你可以不看，你不喜欢你就不要看，所以你觉得太多同性恋的电影你不爱看，你就都不要看就好了，就只是这样子。对，就是我也懂，就是有些人他们确实，怎么说，就是确实看到同志的一些画面，他们会觉得不舒服。可是我觉得那不舒服其实是正常的。就像我其实看异性恋的电影，他们接吻，我也会觉得我其实是会用手把画面遮掉或是跳过的，然后就是可能跟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他们会蛮讶异我的这样子的行为吗？对啊，但是我不会因此去抨击说，这个异性恋的性爱场景太多是
什么的，因为我会觉得那是就是作品表现的一个形式，就我也不会觉得说我被冒犯到了还是怎么样。对啊。但是不爱看就跳过，这是你的权利。对啊，我就自己跳过就好了。有道理耶。那我想一下哦，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因为你刚刚说超级狂热的女同志，这个算是别人给你的标签，不一定是你自己认同的，对不对？或是你还是其实你有认同吗？我觉得就单纯问问你的想法。想想哦，我还蛮喜欢这个标签的。真的吗？真的吗？那你介意我说一下我跟你相处的感觉吗？好啊。好，我觉得超级狂热听起来用词有点激烈，但是在我跟猫猫可爱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这完全是我个人解读，不代表猫猫可爱的立场。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因为猫猫可爱知道我会看百合，或是我对女同志或是女性议题本身就有兴趣，所以是真的很热情的跟我分享很多资讯啦。对，但我不确定这算不算超级狂热我觉得用词有点激烈，但你喜欢的话那也很好。对，我是突然想分享。应该说我自己喜欢这个标签，但是我会担心说我可能扛不起这个标签，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么完全的了解女同志文化，然后我就是可能只有因为我自己是顺性别女同志啊，然后可能女同志文化中也会有一些跨女的议题，跨女被排斥的议题，然后或者是说双性恋女同志他们比较不被接受，还有像是跨男的议题也很重要，就有些女同志他们可能跟跨男，跨男我可能要解释一下，跨男就是生理女心理男，然后女同志如果跟跨男交往的话，其实遇到最大的困境就是跨男他们可能会想要被视为男朋友或是男性伴侣来对待，那这样子其实在情感关系中冲突就很容易产生。然后我会觉得女同志文化当中还有很多议题是我自己也都还没有厘清的，所以我自己虽然喜欢这个标签，但是我会不确定能不能够扛得起这样子。然后我想要针对我想要回应马斯里说那个利用这个话题明显讨好某个族群，为了炒作必须探讨它的背后商业操作。我其实也同意，就是其实不只是作品，有一些就是商家他们可能会在就是同志骄傲月是国际同志骄傲月是6月，那台湾的话是10月，主要是看就是同志游行的时间，他们可能就是会换上那个彩虹头像啊，或是推出一些彩虹小物，然后就是想要促进那个彩虹消费力。可是他们平常可能都不太关注同志议题，所以就会出彩，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画成7色的彩虹，而不是6色。但在历史上现在是7色，而且就是是6色的，就是6色也有各自的意义。然后现在最新的旗帜是那个彩虹同志进步骄傲旗，它其实是包含了多种族裔的一个旗帜。然后我会觉得说，他们如果只是抓这个时间点来消费同志文化的话，也是另一种危险，对啊，也确实也曾经有商家就是放了7色彩虹旗，然后或是说就是对同志有刻板印象的言论而言上没错。我的回应是这样。我可以延伸问一个我个人很好奇的问题吗？就是你刚刚提到有一些店家想要做，可能看起来就是我想要怎么讲比较好，措辞很重要，就是搭上这个可能同志骄傲的这个，也许说是议题或是讨论嘛，但他其实可能对同志群体的理解并没有那么深。那身为一个就确实，我应该可以称你为确实是同志的人，对吗？对，就身为一个确实是同志的人，你对这种店家你会觉得想要去鼓励吗？还是你觉得其实你不会想要去消费，或者说去店家消费？我可能会先看一下他们是真的平常有在关注，还是只是趁这一波推出这些商品，
那如果其实他趁这一波推出这些商品，然后没有真的去做出误导大众的言论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消费的，因为有一些商品确实蛮可爱的，而且彩虹就是6色彩虹这个颜色，我觉得本身其实蛮难设计，也蛮难驾驭的。然后主要也是要注意，这算著作权吗？就是其实也蛮常看到，就是有些人设计的彩虹商品，然后就直接被拿去虾皮上，就是大量印制贩售。对啊，我觉得就是大家消费的时候，可能都还要去注意一下。然后我给商家的建议，或者是要去创作同志题材的创作者的一些建议是，我觉得至少要先去了解一些基本的同志 NGO 组织，然后他们最近正在推行的一些政策，然后如果是作为创作的话，我觉得非同志的话，可能要小心代言的问题。然后当然也不是说异性恋就不能写同志题材，只是我觉得要去避免说，就是好像固化了同志的某些刻板印象之类的。对。这个有点延伸啦，但我就还是很想讲。我只是想到，我身为一个有在意台语议题的人，我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作品，他好像想要放一些台语进去，但是怎么说呢？有时候会觉得，身为一个真的有在做台语创作的人，就看得出来某些作品里面那个对台语这个语言处理的方式。讲一个最直接的例子，他的所有台语台词如果都写火星文的话，我会觉得他好像处理的没有很谨慎。我就会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支持。对，我觉得这可能有些人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经验吗？我好像也有延伸太多了，我们还是拉回来好了，不好意思。对，那好，我来问个可能有点尖锐的问题吗？我不知道，就是你觉得你身为顺性别女同志是天生的吗？我觉得其实同志是不是天生的，还是社会建构的？其实这个说法跟研究都一直蛮众说纷纭。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就是如果你想，就是我觉得好像想要搞清楚同志是天生还是社会建构的这个背景下，好像是不是你想要去做某种同志矫正同志的行为吗？对，就我觉得，就像我觉得任何性倾向的人都是啊，我觉得异性恋他们可能也不太会去思考自己到底是天生还是建构的。但是如果我觉得硬要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异性恋的性倾向也是被建构出来。我觉得，就有些人他们可能从小到大他会觉得说，他就会接触到这些同志作品或是电影，会让他觉得说他就是异性恋，他未来就是要找一个异性伴侣，然后成家结婚生子这样子。那可能他结婚之后，然后才发现为什么他自己对于自己的伴侣好像没有什么欲望吗？就是其实也有蛮多这样的例子，然后他这辈子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想清楚他自己就是发生了什么，或者他自己的性倾向认同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是想，其实关于这个讨论还蛮早就有人提出来，像那个1991年的时候，有一个学者他叫赛菊寇，他就有发表一篇文章，是叫做还蛮有趣的，就是叫做如何把孩子教养成同性恋，把你的小孩教成同性恋，就是那个，就是我觉得他蛮刺激思考的嘛，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们可能都会很害怕，我的小孩子如果是同志怎么办？好像变成同志以后，就我的小孩子这一生就毁了，还是很辛苦，对啊。然后其实他那篇文章的结论也是蛮有趣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孩子教成同性恋，同理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强迫你的孩子变成异性恋，然后应该是说他是鼓励说，就你没有办法教育出特定的一个性倾向或是特定的性别气质，就是应该是要让孩子他去自由的探索，然后长出他们
属于自己的样子，这样。哇，那我自己接收到猫猫可爱刚刚说的话，加上我自己的诠释，我讲的不是猫猫可爱讲的，我觉得好像让我觉得就是其实那个是不是天生是同性恋，其实也不是重要的，就不管它是不是天生的哈，不管你今天成为同性恋是天生还是后天建构，还是你自己，反正就是你后天塑造的，还是跨性别，还是任何的性别气质，其实都不重要。反正你本来就可以这样做啊，就是你又没有伤害到谁。我的理解，这完全是我的理解。对，好像就如果因为这样子，如果有些人就是处在一些性别气质的光谱上，任何一边的极端，好像就是不是天生的也不重要，但是他是在极端的一边，他就没有做错事嘛，他就没有做错事，对不对？在极端的一边就对啊，我想法是这样。OK， 所以就是他的身份是极端的，然后如果没有做出伤天害理的人的话，你说伤天害理的事的话，对，像是我就是一个极端的异性恋，顺性别异性恋男性啊，我虽然都蛮确，有没有那么顺性别我不确定，但至少异性恋我很确定，我应该算极端异性恋。对，这看来猫猫是不会觉得我是什么很不好的人，对吧？那你觉得我是极端的白痴吗？已经跳到这一题了吗？拍谁有点跳，我们还是照顺序，拍谁，我只是突然很想问。好，那个，因为我这一题也准备了长篇大论。对，猫猫可爱有认真看我的稿的，伊藤绿茶一定也有听得出来。对，那你觉得做出极端的行为跟他的身份或是他的理念在光谱上处于极端位置，意思一样吗？意思一样吗？我觉得不一样，就应该就是像刚刚说的，在光谱上处于极端位置的人，他们其实不一定会采取极端的行为或者是抗争。然后，如果是以我自己来举例的话，我是不觉得自己极端，但是可能以异性恋朋友的角度来看，我是一个超级狂热的女同志，然后或者是说，对于不熟悉我的人来说，就是好像我很容易被同志议题冒犯，对，但是我其实只是会希望说，我可以点出就是异性恋中心思维下的一些缺漏，或者是为什么不应该开就是性少数群体的玩笑，然后我自己不会去采取极端，虽然我在旁人会被视作在极端的位置，但是我不太会去选择做出极端的行为，就是不管是实体上的倡议，或者是网络上的沟通也好，就是我会刻意的去软化我自己的形象，我会觉得这样比较方便进入主流的对话空间。可是其实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如果他沟通之后，他可能会说，像你这样的同志就很理性啊，很好沟通啊，就我内心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会觉得，那你所谓，对，我会觉得说他一定是有遇到，就他言谈之下，可能是暗指其他的同志不好沟通或是不理性，对，然后。但是我不觉得那样就是错的，因为其实身为同志，然后你要去了解自己在法律上，或者是在各个制度上，或者是在医疗体制上的各种就是欠缺，就是你要做足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然后你还要去维持温良恭俭让，然后来让大家听你说话，然后听完之后别人还颁发给你一个好同志、好宝宝的一个勋章，就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同志都要活得这么辛苦，所以我在网络上如果看到有一些比较偏激的同志言论，比较偏激的同志，他们可能比较以攻击性的言论出现的话，我也是可以体谅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很容易就是对于性少数群体或是各种弱势群体，他们的就是发言会以高标准去检视嘛，就会觉得说，假设说今天，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好了，
像是之前代孕的议题也是吵蛮凶的嘛，但我没有要谈论就是今天代孕的那个正确性与否，就是可能就是会有同志说他支持代孕，然后异性恋就会说早知道那我就把就是同志婚姻的权利没收，我就不要去投公投了。可是其实就是不孕症，然后他去做代孕的异性恋也很多，可是你今天就不会对异性恋说我要去没收你们异性恋结婚的权利，就是我觉得会被更高标准的来看待。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极端的反抗其实还是必要的。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个时代已经很和平了，可是其实像6月就是国外的那个同志骄傲月，然后可能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6月这个时候，就是好像很嘉年华式的走游行。可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就是同志骄傲月的历史背景的话，它其实是来自于就是10强暴动事件，就当时警方他们都会到处去突袭，就是同志群体或是变装皇后或是跨性别者他们的酒吧，然后女同志酒吧也很容易临检。那最严重的话，他们是会把女同志就是带去警局，就是做就是强暴性矫正。那就是你这件事情你去打官司也是没有用，因为他们就会去宣称他们的正当性。那是后来到1969年6月的时候，就是同志们实在是受不了，才有去暴力反抗，然后这个冲突也是持续了数十天，所以才变成就是算是世界同志权利运动的一个转捩点嘛。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当时他们没有以暴力行为去反抗的话，那可能现在的同志权利运动就没有办法这么进步。所以我觉得极端的行为在某些时候它可能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然后像你先请。像是说，我觉得也回应到就是一个问题是说，光谱上处于极端位置的那些人有存在的必要吗？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发表极端言论的人可能会是做运动的老鼠屎，但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我想一下怎么解释，因为我在推特上其实也发表了一些就是关于同志权益的文章，然后我的文章就是很常被引用，然后就会说啊左派都这样啊，然后极端左就是这样，然后我看其实有点哭笑不得，因为我觉得像是我支持同志婚姻的立场的话，在同志运动来说又会被说我太右派，对啊，因为其实以同志婚姻的历史上来说，是资本主义他们是想要把同志收编到这个婚家体制，然后就是让同性恋正点化。然后其实你也可以去思考说，是怎样的同志他们会需要结婚？大部分应该都是中产阶级的同志，就是他们会想要。他们结婚，然后也会想要收养小孩，还有财产继承的问题，然后他们也会想要去向异性恋的，就是单一配偶制跟就是神圣爱情观去靠拢，然后像这样子的右派同志嘛，也掌握了比较多的政治跟发言权，就是政治声音跟发言权。就是我会觉得有一个危险是，好像同志只要乖乖的，就是跟异性恋普通人一样，就是有家庭。然后有结婚就会被认同，可是我会觉得相对的，就是某些比就是更极端的同志左派，他们其实是被抛弃的，就是他们可能没有钱去上同志夜店啊，或者是没有钱去健身房去维持自己的身材，他们的声音其实是比较没有办法被听见，他们不只是被异性恋社会排除，也是被右派的同志给排除。就我会觉得说。在支持同志婚姻的情况下，我觉得也要去思考说，还是有这样的群体的存在吗？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阶级跟性别的交织性的议题。其实可能比大家平常感受到的其实是可以更复杂的。
对，就不要轻易的去，就我觉得左派右派这个标签不需要贴的那么快。对啊，因为大家其实可能都在光谱上某个位置嘛。如果今天你看到他做了一些事情，好像比较左，好像比较右，就马上说他是极左极右，好像就会有很多误解。那你觉得在你所属的群体，交织性好难懂。交织性我需要解释吗？没有，交织性。我们今天就是有先跟大家说，如果有什么词或是什么议题不懂的话，自己去查，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哦。好，不然我们讲不完了。对，我想问的是，在你所属的群体中，不论你想要谈的是超级狂热女同志，还是红萝卜南瓜战士，都可以。请问，在你这个群体中，会有人做一些过激的行为吗？你有看到过吗？没看到也没关系。过激的行为，比如说，好像其实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他们也不就是可能身为同志，然后就有发表了政治不正确或者是厌女之类的言论，就会很容易被标签说啊，就是同志都这样子，然后把他的婚姻权没收之类的。然后，对啊，好像大概是这样吧。应该说，我觉得有人在的地方就一定有讲。我其实不论是社会运动，还是同志运动，还是语言平权的运动，我觉得大家选的就是政策或是路线，可能都不太一样。然后我想到一个例子啦，像是2018年就是同志公投的时候，其实就有划分，就像我刚刚说的，会划分成支持同志婚姻的路线跟回家废婚派的路线。对，但是呢，因为当时就是反同方主要也是互加盟啊，就是会铺天盖地的造谣，而且他们拥有的宣传资源，就是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他们来自国外反同势力的一些资助，就是我觉得同志这一方绝对都是望尘莫及的，所以到最后，就算路线不同的人，他们都还是会呼吁大家要出来投下就是2好3坏的票。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有感受到说，就是如何去共同抵御或者是去影响对立面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这一题吗？我觉得有，对，好，那你觉得别人可以说你是极端的白痴吗？我觉得要先看白痴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应该怎么说？因为白痴现在已经变成是很普遍骂人的话嘛，但其实白痴的定义，它是源自于希腊文，就是有私人还有个人的意思。然后其实在实行就是民主制度的那个时代，就是它其实是指不去参加公民大会的人。然后对，然后所以白痴他其实是在说，就是他其实是在指不想碰政治的人，因为就是雅典公民他们可能都有自己个人的事业要忙，可是他们还是会选择在公众事务上要去共同做出一些正确的决断。所以那些舍弃公民的职责然后不理会政治的人，他们不是没有野心，他们是没有能力，他们没有用，所以会被称之为白痴。然后对我来说，其实政治就是以关心政治来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白痴的话，我觉得政治也没有离我们那么远。就是生活即政治，这也是就是第2波女性主义当时喊出来的口号。就是我觉得个人的生命跟政治结构的连结其实都是跟政治去息息相关的。所以就是包括可能环境污染啊，还是交通，或是教育，或是劳工权利各个方面，甚至说你要去影响，你去关注政府的政见，还是你去投票，就是你某种程度上其实你已经有在参与政治了。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能会自以为，就有些人啊，他可能会觉得说政治很脏，然后他会对此而冷漠。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大家其实都已经有在参与政治，但他们不知道。所以，如果是以这个定义，以白痴的这个定义来说的话，没有人是白痴，那我可能也不是白痴。然后再来就是，光谱的极端。光谱的极端大多都是极端的白痴的话，这句话其实也会不成立，因为不论人有没有在光谱的极端，我觉得就是大家既然都有某种程度上参与政治的话，就不会是白痴啊。而且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好像极端会被拿来当作骂人的话嘛，或是一种负面的词，就我觉得他们是会想要把极端拿来就是贬低成就是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立场的群体。对，然后像刚刚火蛇一开始也有提到说，就是VTuber 或是 ACG 等比较宅文化的群体，有的人会说不是光谱的极端，可是我觉得就是也有人提到说他们承受到的污名也不少，就是可能像新闻上也会出现说什么家里蹲，然后一直打游戏，然后或是玩暴力游戏，然后受影响，但大家好像都不会去看到 ACG 文化或是 VTuber 好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近期可能大家会讨论说，就是光谱的极端这件事情，某些程度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指性少数群体，就是可能性少数群体性倾向或者是性别或者是身份性别认同这些，可能都是比较外显，或者是大家听起来比较政治正确的东西。但其实我觉得 VTuber 或是 ACG 这些次文化吗？就是受到的污名也不少啊。就是有一天他们也是有可能被压迫的，就是如果大家都可以去同理说，就是今天你的权益被冒犯到了，那就是你的权益被冒犯到了，然后明天可能会是就是不同的群体，他们的困境都是不一样。就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试着去同理，就是少数的那一方啊。不知道这样讲好像有点混乱，对。哇，我觉得这个定义我原本没想到但是我听一听，我觉得如果是按照这个就是白痴的其中一个定义，可能是有没有参与政治或是公众议题的话，我觉得好像在光谱极端的人是显然就是蛮会参与的耶，那应该离白痴是蛮有距离的。我个人看法，不是猫猫说的。这样解释也合理，好像也合理耶。好啊，太可惜了，因为我知道猫猫就是真的是很乐于跟大家分享很多想法。大家平常趁机帮你宣传好了，好突然。对，虽然刚刚没有帮伊藤绿茶宣传，但他可能画画也画得很累。对，对，就是猫猫卡爱在自己的推特上也蛮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其实蛮有营养、值得好好看一下的很长的推文。对，就很可惜今天时间比较有限，所以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让你觉得有一些准备到了，也许没有机会讲出来，但是反正之后没有，我自己讲的差不多了，因为我觉得我准备的没有很好。哦，是吗？但还是很感谢，就是猫猫卡爱真的是很乐意跟大家分享，就是包含自己的经验或是你的学识，还有一些看法，是真的很感谢。那之后一定还有机会，有要再谈其他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还有机会再来聊聊。那我们就再次感谢猫猫卡爱的 call in。好，希望我下次可以撕除静音的标签。我在讲交织性之前，我会先解释那是什么意思。好，没问题，太好了，好贴心。好，那我们就来准备让下一位朋友分享看法吧。那谢谢猫猫卡爱，拜拜，大家拜拜。好，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位朋友准备好了没？如果准备好的话，就可以直接开麦跟我说一下哦。你好啊，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趁机偷喝一下东西。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开麦克风？来看一下留言。
对啊，我觉得刚刚也聊了好多没有声音吗？没有我看你的麦好像是关的。这样子啊，对。你好。你好，我的晚安，午安。午安。看一下，这是第一次通话的朋友是陈月，那我就先按照我准备的问题来一题一题向你发问吧。好啊，请问等一下，对，OK， 请问你在哪个光谱上会被称为，可能被你自己或被其他人会被称为极端呢？普遍会被人家称为极端的光谱的话，通常会在相对女性主义或女权上，或者是政治立场上，这些会被称为极端。还有同婚议题吧，这些议题上面就是比较社会时事性的议题上。但我自己觉得我很极端的话，我应该算是一个极端的秩序之拥护者吧。法律秩序类的拥护者。我记一下，你自己觉得是极端的秩序拥护者？好好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是什么意思啊？例如，假设说，我讲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支持两性平权，或者是说人家所谓的女权，可是我反对女权主义团体，因为女权主义团体做了某些事情，例如说像他们在忘记哪一年的时候废弃就是觉得说赛车女郎是一种物化女性的行为，所以他强制的把赛车女郎这个职业给去除掉了，所以从此没有赛车女郎。可是那些执行赛车女郎职业的女性就因此失业了。我不觉得她是女权的一部分。你觉得她破坏了某种秩序是吗？我觉得她迫害女性，我觉得她不但不是女权，她反而是压迫女性的。这个我之前有听过，我觉得有一点类似的，好像是也有讨论过。比如说有一个平台叫做只有风扇，对，大家英文好一点的知道在说什么，就是有一些人不一定只有女性，其实男性也有，但是有一些人会在上面贩卖自己的身体的照片，对，那这个是压榨还是给他一个权利呢？这是我觉得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正当职业看待的话，那好像是他的一种工作的选项。我不知道算不算同一个议题，但我好像有自己感觉到有一点类似的感觉，就纯粹突然想到分享一下。对，就类似这样子。那或者例如说，有些人会说，例如说像政治光谱上面来说，我依然我们刚刚讲，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极端的主义分子。可是政治光谱它之所以叫光谱的两端，对吧？是它有这一端极端，它一定有另外一端极端。就跟台湾最常见的两大极端就是政治的蓝跟绿。当然现在有白的那个成分在里面，但是问题是，所以它必须是一个跷跷板，你的极端是源自于你的另一端，但是只是那个另一端是多远？例如说，你是在台湾建国主义里面的，例如说中华民国派到台独派，还是你是从统一派到台独派，那个距离是有差的。的确。对啊，这样。我看一下哦。因为你提供的光谱还蛮多个的。那我觉得这个，因为我真的第一次听到，我觉得太新鲜了。那我想要问一下，你觉得你在极端的秩序拥护者这种光谱上，你觉得极端的秩序拥护者有存在的必要吗？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就是，所以我当然觉得还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例如说，我说我自己很极端，就因为我会在网络上面跟人家就这件事情上面去辩论。例如说，前一阵子的那个女人在森林里面是选熊还是选男人那个议题，我就吵了2天。我想一下，到处找人家吵架，因为这是一个光谱，所以在光谱的另一边，你会怎么称呼它？如果是这个光谱的另一边，它就会比较偏向于破坏秩序的类型。例如说，有些人就会秉持着例如说冲撞体制，它是一种重建体制的
一种模式。对对对，例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几个冲撞体制的结果，像刚刚上一位讲的那种因为女性被压迫，所以有冲撞体制，或者是说有些人像法国大革命这种比较大型的抗议活动，太阳花学运其实也是，近代太阳花学运其实也都是那种冲撞体制型的活动，它就比较倾向于破坏体制、去重建体制的一种。我想顺便补充一下，我觉得至少在我们刚刚讨论中，我们其实好像没有特别做价值判断，就是我们是很中性的在描述冲撞体制是一个选项，然后有些人选择这么做，但是你是秩序拥护者这样子，对吧？对，我是相对的秩序拥护者。哇，我觉得这也佐证了我们没有做任何很偏激的行为耶，我们描述的超中性的。那你觉得冲撞体制的那一群人啊，就是在你的光谱的另一端的人，你觉得他们有存在的必要吗？当然有啊。如果人都是拥护体制的，那体制就会往下沉沦，最终成为例如像对面的集权统治，甚至于是以前的国王或皇权统治，他就是绝对的秩序统治啊。像我们常常就说儒家就是绝对的传统拥护者，他说父成君君子这就是传统的那个词啊。可是如果我又不喜欢这一套，因为我觉得这一套太死板，所以我觉得冲撞体制的人刚好可以弥补秩序拥护者那一套，例如说革命、抗议、抗争，它是可以推翻这个体制的一个方法。那就跟你煮汤一样，煮汤你不能把整锅汤这样子拿来搅，可是你一定要搅拌它，有一定的搅拌，那锅子才不会掉队。掉队就是某种向下沉沦。对啊。好生动的例子哦。有道理。OK， 所以好，我觉得你还蛮认同自己是某种光谱的极端的。那你觉得做出极端的行为跟在光谱上处于极端位置，这两句话意思有一样吗？其实是不一样的。例如我们讲一个以台派来说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史明先生。史明先生算是一个很极端的台派分子了啦。可是他做的行为并不是像例如说我们以前认识的白米炸弹客那种去绑炸弹，或者是像我们知道早期的民进党的美丽岛事件这样去冲撞体制。他只是去日本开了一家煎饺店，到今天还在的一家店，然后回来台湾包槟榔卖东西，然后把钱一直往外丢，一直往外丢，然后但他觉得支持的人身上，然后帮他战胜这样子而已。他也没有做出什么极端的行为。确实，这完全就不是大家平常说极端的行为会想到的。可是你绝对不会说他不是一个极端的台独分子。我很有同感。对，我非常有同感。那我想一下那在你所属的群体，如果我们就说极端的秩序拥护者好了，你有看到哪些极端的秩序拥护者会做出什么很过激的行为或言论吗？我自己的本身立场是偏台独分子，可是极端的秩序拥护者通常会偏蓝营那边的人。你去看他们的行为模式，例如说像我们在砍新宗教的18%的时候，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个就是秩序拥护者，他拥护了自己的秩序。我的秩序可以为我带来利益，所以我会去冲撞体制，进而成为去破坏现有状况的一个。讲白一点，就是因为他是体制的既得的利益者，所以他不会破坏体制，对吗？对。可是当有人要破坏这个体制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这个体制最坚实的捍卫者，然后动用，不管是动用暴力还是动用媒体资源都可以。理解。对啊。例如说像我们有看到有人去爬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先生也是退休的军人，然后去爬好像立法院的2楼，然后就摔下来就摔死。这是很极端的，还蛮极端的。对，这很极端啊。那你对这一类的，就是看到一些为了拥护秩序做出来的可能算极端的行为，你对这些行为有什么感受吗？你不能，你站在建制派的立场来说，你当然可以说这些人就是守旧的人啊，他们那个。可是你要想想看一件事情，我们站回那个立场，他30几年前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是1949来到台湾的时候，这些人其实就是政府答应他们的东西，是到了今天这个东西不可能实现。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被时代淘汰的一群人，
那就跟我们所谓的社会底层很类似。虽然他们不是社会底层，他们在社经地位上可能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们可以国王子女在欧美念书，可是他们依然是被时代淘汰的产物。我觉得是这样。对。你说当初的政府答应他们，还有今天这件事情不合时宜，某种程度上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啦。对啊，某种程度上不是他们自己选择。对，但他能不能理所当然的享有这些红利，这又是另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但这应该就会超出我们今天。是的。对。哦，好赞的分享哦。那来问个尖锐的问题吧，就是你自己自称，我应该没有误解，你自称你是极端的秩序拥护者，那你觉得你是极端的白痴吗？我是极端的白痴吗？前面一位受访者讲了白痴这个东西的历史典故，文词汇典故。我刚刚去 Google 了一下白痴的定义，在现代的定义是智商不足、无法保护自己的人。他的智力必须3岁小朋友。我想在场可以点开 YouTube 听，不管是论述或者是听我们论述的人，智商应该都不只有3岁了。的确，使用平台应该有规定哦，太小是不能用 YouTube。所以我们当然不是白痴，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管你有多讨厌，我不管你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在网络上面，你有多讨厌另外一群人，你不管你是蓝的、绿的、白的，还是你是同婚的支持者、反同的支持者，他们都可以讲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论述来。是的。我想可以讲出自己论述的人都不会白痴。是的，是的。如果你要真的说极端分子是极端的白痴，那我讲一个比较残忍一点，那个爬上2楼摔下来的老先生，他一定不觉得自己是白痴，可是在某些人眼中一定觉得他很不值得。对。那你可不可以用白痴形容这个老先生？我自己觉得不行，他其实也是经过自己的思考，他的智商应该是就是健全，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选择的。对。你可以不认同他的做法，但是好像不能说他是白痴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语言的使用上，说别人是白痴，你有时候大家都可能都看得出来，就是他表达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说我认为他智商不足，其实好像就比较像是人身攻击。对，给大家参考。好那想想哦。那你在同婚上也是光谱的极端吗？这个你刚刚说是别人说的，但是你自己觉得呢？我们把它扩大一下，同婚这件事情我支持同性婚姻。但同婚在近年已经因为刚刚说了嘛，那个彩虹旗不只有同婚这一块。它还有很多很多的 LGBT， 可是问题在于，我觉得它过激了，而且这件事情外国已经帮我们证实过，它不是台湾其实不太需要再自己实验。你在科学上面你会去参访别人的期刊，证明这条路不可行之后改一条路。为什么在性别议题上，在社会进步学上面，我们一定要去走外国已经走过的路，然后证明这条路不可行？例如说像免诉换证，它就是一个近期很在某个圈子里面很流行的一个讨论议题，我是反对的，因为免诉换证已经有人证明为犯罪，有人借着这件事情去犯罪了。例如说像我声称我自己是跨性别，然后我犯罪之后，我要求住进女性监狱，然后我的室友被我性侵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更强势它不是女厕的问题，它也不是什么跨性别厕的问题，它是直接进到女性的牢房里面、女性的监狱里面。那我们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分男女说？而且监狱是一个相对更制式化、更没有自由、没办法逃避的一个空间。对。所以你因为反对免诉换证，有被别人说你很极端哦？我没有在这个议题上面去跟人家吵过架，但我如果去跟人家讲，应该我相信就会收到类似的评价，是没有问题。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毕竟，对啊。好的。
那总之，我想我们对那个能不能说光谱的极端是极端的白痴还蛮有共识的，就是好像其实那个白痴听起来很像是人身攻击，但就算不是人身攻击的话，也不符合，我们应该都是就是智力正常，是有完整判断力跟论述能力的个体，所以我想我们对这点好像，而且我们对，而且我们两个受访者提出了2个不同的见解，这2个见解都无法套入这个情境，不管是前面的不参与政治的白痴，还是智力不足的白痴，都无法套入这个情境白痴。所以今天看起来至少经过3位 call in 的朋友的讨论，好像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一句话，就是光谱的极端大都是极端的白痴，这句话好像就真的不太 OK 嘛。对啊，好 ，OK， 感谢陈月的分享，对，感谢，那谢谢，不会，这是我的荣幸，对，就是想说，对，还是再次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也蛮担心自己的看法可能就会不那么全面，所以今天真的是很感谢有3位朋友愿意 call in 进来，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想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还是觉得，根据上一位那个 call in 的人猫猫可爱的分享，就是关注公众议题，对这个也是蛮重要的，真的是，我觉得有机会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件事情，对所有人应该都是好事，我想应该是这样，感谢，好，好，太好了，拜拜。拜拜。那我们今天好像直播想跟大家聊的也就这样嘛，就是对，毕竟其实我觉得今天聊的议题很多都还可以再做更多的延伸，因为毕竟今天是邀请到会被说是光谱极端的人士们，对，来一起分享。那这表示其实今天有来call in分享的各位，以及会来看直播的各位啦，我觉得大家都是对很多不同的议题应该都是蛮有关注的，才会被一些人发现或是被称为光谱上的极端。对，那这个如果把大家想要谈的议题都延伸出去的话，又可以开好多直播，赚到了。好，那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怎么说，我自己的知识范围也有限，所以就也有点遗憾，没有办法每个议题都跟大家聊得那么深入。但就还是想要再次强调，很感谢大家来分享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好，那个补充一下，就是像如果免术换证的议题，或是其他的议题，你们想要在聊天室聊聊，只要不违反台规都可以聊哦。但是因为我自己的就是知识可能没有那么够，所以我不一定有办法直接接续着做回应。对，那还搞我也补充一下哈。对，因为我就很喜欢大家搞我啊，我自己嘛做搞我啊，对啊，大家搞我袂歹的，愿意分享是一件算是咱零可贵的代志。我会不会台语讲太快？我觉得搞我也很棒啦，大家愿意分享自己的看法，就是蛮可贵的。对，我今天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看法才开这个台啦。对，那在今天在走之前呢，我还是觉得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想要跟大家一起复习一下齁。对，我不知道啦，虽然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对这件事情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为了防止有一些人忘记，对，我们还是再看一次。齁，讲错了，不是这张，等我一下。这张我们刚刚讲了很久，我们花了很多篇幅在讲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今天想要再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就是言论自由到底是什么呢？再提醒一次，言论自由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发表言论，而且不会因为言论被逮捕哦。什么发表言论有很多种方式啊，比如说我开一场直播跟大家聊聊我的想法，或是你在推特上发一张图、发一篇文，然后表达你的想法。这都是任何形式的发表言论，或是你要站到街头哦，你只要不违反那个法律，对，你就是站在街上拿一个椅子、拿一个板凳站上去，然后发表演讲，可以，这也可以哦。虽然有点太需要那个脸皮了，我自己做不到，但是这也是言论自由，对。但是呢，因为其他人也有言论自由，所以如果别人不同意你的言论，就都可以对你的言论做出批评哦。那也是，就是今天在看这场直播的大家，或是以后补档的大家，如果你觉得我哪里讲错了，哪里讲得不好，你不同意，
哦，或是你觉得我讲话的方式让你有一些情绪上觉得不开心，你都可以分享哦，你都可以在任何地方表达你的不同的看法，这是你的言论自由。对，我超级尊重你们的言论自由。对，我不尊重也没办法啦，我也没有什么公权力可以逮捕你啦。对啊，就算我跟你意见不同，我也是会认同，就是你当然可以讲你想讲的话。对，那所以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子，所有人都可以讲任何话，只要不犯罪的话。然后，但是别人可以不同意你，别人可以批评你。对，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体现哦。对，那还是再次强调，如果在不同意别人的言论的时候，也请大家就是好好论述，好好用讲的。好，你论述吵不赢的话，那就吵不赢。对，那但是请大家避免，就是我是真的是说所有人啦，对，请大家就是避免，也不是为了我叫你们避免，是为了你们自己，请你们自己避免公然侮辱、诽谤、恐吓、煽动他人犯罪、侵犯隐私或是侵犯著作权，因为你会被抓。对，那今天如果你看到有其他人，不论他立场跟你不一样，对，任何人只要在言论上做出了公然侮辱、诽谤、恐吓、煽动他人犯罪、侵犯隐私、侵犯著作权之类的情况，只要有这种情况，你可以就是去警局，然后就是用法律的方式就是制裁他，就是你知道吗？法律要拿来用的。对啊，顺带一提 ，YouTube ban 人不是公权力，你说的对。对，那不是公权力，那很私那是私权力。对，因为你知道吗 ？YouTube 平台，你知道吗 ？YouTube 平台就不是政府管的 ，YouTube 平台是这个平台管的。那这个平台就是有说，开台的人可以用一个叫做 ban 人的功能，把不友善的或是不想看到的，老实说，这个权力还蛮大的，就是不想看到的都可以把它 ban 掉。所以 YouTube ban 人就不是公权力哦。对，那我也完全尊重，就是开台的人其实都有就是凭自己的喜好 ban 人的自由。对，这个跟我开不开心无关。对，他就是可以这样，因为 YouTube 就是一个私人平台，那个频道就是你的，所以如果你在你自己的频道，你喜欢把你不赞同的言论都 ban 掉的话，你完全可以这么做。对，这是你的自由。对。我今天没有这么做，也不是因为我没有，我今天没有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不想这么做。对，就这样子。好啦，我觉得今天也讲蛮多的。对，其实可以啦，其实可以说我就是不喜欢你，然后ban掉你。对啊，我觉得就蛮多台规都会说那个我最大，我觉得要ban的时候，我就还是会ban。对，这个解释权其实蛮大的。对啊，但这也没有不对，因为 YouTube 就是有这个功能，就是可以用。对，好啦，所以再次强调，ban掉你不算侵犯你的言论自由。或者是不同意你，也不算是侵犯你的言论自由哦。就是如果有很多人不同意你，但是你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你可以继续讲，你可以再次做出你的论述，对，或是你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把这件事情讲得更完整，这都是可以的，这都是你的言论自由。所以如果就算你讲了一句话，但是很多人都不同意你的话，你可以继续讲，对。但是如果你会因为很多人不同意你，你就觉得你不想继续讲，那就不要继续讲，这完全就是你的自由，好不好？对，那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决定咯。那就一样，希望大家之后，我不知道我觉得发表任何的言论啊，或是开任何的直播，就同时都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这可以被大家评论，毕竟你是做公开的，你是在公开的地方发文，或者你是在公开的地方开直播，包含我也是啊，我的每一场直播都是大家都是可以评论的。对，所以就这样咯。我今天也是搞后面也是讲一堆，好啦，那就这样子讲好多好累哦。我今天怎么不小心就开这么多台？怎么会这样？不是今天啦，这礼拜周表明明就只有排一个道府家教跟一个那个很累的，不是很累，是很累没错，但是很好玩的街访。对，我怎么知道？就是又开了评论时事的2个台，都开得蛮突然的。好啦，那总之谢谢大家今天来。那我是很想拖一点时间，多水一点时数啦，最近蛮缺时数的，但是也不用这样子，就是消耗大家的时间。对，我今天甚至没有开那个订阅者才可以留言呢，你就知道我真的是蛮愿意大家一起来发表看法的啦。对，好，讲太多了，不要再吹捧自己多优秀了，我们就老老实实的该关台该休息就去那个吧。看一下有谁在开台。好久没有跟吉彩天会聊天的感觉哦。
不然我们去看极彩天会玩星恒共鸣。好啊，我们转换一下剧情。对，我们刚刚就讲了一些比较哈扣，算哈扣吗？也不是，就是比较深入，然后也许有时候有点比较学术的哈。不知道大家可以看一些呢。感谢大叔提供天会在开台，我刚好也想到他。对，太好了，那我们就刚好可以降落去那边，转换一下心情，看人家玩游戏吧。游戏精灵终于要玩游戏了吗？他平常唱歌好好听，都有时候会忘记他是游戏精灵。好啦，讲太多了，又搞A。安尼就安尼。我迄个手表还未做出来，我若做出来，恁就我就会宣传，互恁看到，就安尼。对，搁再一摆，感谢今日3位 call in 的来宾吼，感谢伊拄着去吃 call in， 搁有感谢鸟味果水的 call in， 搁有感谢陈月，嘛是 call in 有分享介济，我毋捌听过，敢真赞的，就是恁的想法，搁有恁的迄个见解，好，搁再感谢嘛感谢大家今日来参与，等呢。冒着延上风险开台让大家没在怕的，我就觉得我行得正，然后讲的话就是没有讲出就是太不对的，就没问题啊，对呀，好的，那又讲太多，又水时速，好啦，老老实实的降落过去了啊，大家看人家台规哦，相信大家都一定很有礼貌的 ，OK， 拜拜，谢谢，不知道等一下吃什么，好累哦，我想一下，还好多事情，手表都还没做，我手表都还没做，我下礼拜的街访也还没剪，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礼拜的街访都没上片啊？好啦，搞诶，真搞诶。